奇門遁甲是帝王之術，民間禁用。當我使用之後，果然如此。古代奇門遁甲是帝王之術，民間禁用，因為奇門遁甲能夠令人取得天地人神吉氣，盡用對自己有利之氣，能夠令人作事成功，也可以令人身心健康。要財有財，要姻緣有姻緣，求子得子，求健康得健康，求財得財，但是要擇吉日，並且要求用神吉。日時生用神，用神生用是人年干，日時干用是人年干不能臨死門空格，日時干及日支不能沖克用是人出生年干支，才能見效，否則反而空。簡簡單單，只要擇吉日將床位或床頭調一下，或者換床或換床上用品也可以，立即應吉。某日，我在房內游灰水，床位轉動，因為天已經晚了，沒有來得及揀得好日子，求其將就，結果床向吉，但出生年干臨死門玄武，是干克我年干，結果晚上睡覺發惡羅被鬼追，我要馬上調床頭化解，因為時間緊迫，明天新曆8月25日早上6時卯時破日，打開奇門遁甲時盤，卯時坐南向北大利，以頭向為坐，以腳向為用神，因為破日，正在猶豫，實在時盤大吉，保險使用。如果空可以再改，次日早上卯時調床頭，晚上8時上床睡覺。不久手機微信信號響起，一看舊客戶老闆因為4個月前我幫他佈局發了財，又開新公司，叫我幫忙找付委及擇日裝修開帳，問我什麼時間有空，開車來接我。奇門遁甲功效如此之速，令我吃驚。不過日破，擇到吉時，雖然功效神速應吉，但也有少少空。此日晚上4時起床小便，腳前蚊帳跌倒，幸無大礙沒有損傷，忠告千萬不要模仿。